向运动部推广全民运动，第一步要对学校开始，要来鼓励囡仔对细汉培养运动的习惯。学生伫运动中心跳健康操、活动筋骨，这是全民运动署和党市基金会为着鼓励无分年岁拢来运动，先对校园开始，带细汉囡仔斗阵运动，自细汉培养运动的习惯。借着小朋友跟家长可以一起运动，那甚至于高龄长者也可以加进来一起运动。用这种方式，我们可以慢慢的了解到说，很多的社会开始在响应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运动。全民运动绝对不是一个口号，而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。那不仅是身体的健康，更是心理的健康。运动部成立了后，部长李勇一直咧推广全民运动，希望培养民众有运动的好习惯。有健康系教师表示，运动唔但会当提升健康，对情绪甲学习也有帮助。鼓励规家伙仔斗阵运动。希望说我们不要让小朋友太过于早看手机，或是AI 的东西，或是电子的东西，因为电子的东西只有伤害很多。那我们现在讲好了，就是你把你有训练起来以后呢，你的体能很好，小朋友就比较不容易累，也会比较开朗。党市基金会伫10年前就有和学校合作，推出运动方案，鼓励学生每礼拜运动150分钟，嘛设计亲子运动，阁会办家庭运动挑战，建立囡仔有好的运动观念，进一步来影响父母时代。记者陈心东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